家平安，欢迎收听7月77的迦南之声。我是尤凤牧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向上主赞美的祷告。我们要读诗篇95到96篇，请弟兄姐妹先看这2篇的经文。我们要一起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来吧，我们来颂赞上主，来向拯救我们的保护者欢呼。我们要以感谢的心到他面前，我们要向他欢唱颂赞之歌。诗篇96篇第7节。前嘉义市政府文化局局长，现任长荣大学的副教授，他素有田园花果画家之称的黄美贤博士，应邀于国父纪念馆来举行嘉南平原花果美学黄美贤的油画创作展。文教界的长官纷纷到场，并引发多方关注与好评。他谦虚地说：“感谢赞美主，我的绘画只不过是力图以彩笔再现大自然花果的美感与生命力。其实要赞美创造奥妙万物的上帝，才是最厉害、最伟大的艺术家。”经文在描述诗人呼召全地，我们都要来向这位上帝来歌唱，因为耶和华是王，他是全世界人们的欢乐与福分的源头。在我们忙碌和充满高压的现代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往往会忽略了敬拜和赞美上主的重要性。然而我们看到今天诗篇95到96篇，诗人提醒了我们，也呼吁我们要以感恩的心来敬拜赞美这位上帝，并且要用新歌来颂赞，来赞美他的圣名，并要宣扬他的荣耀。所以今天我们要透过这一些的经文，可以再一次来反思我们对这位创造宇宙万物上帝的敬拜态度和生活的目标。首先呢，我们从95篇，诗人就提醒我们要以感恩的心来敬拜这位造物主。我们应当意识到他的创造从无到有，供应我们的需要，并拯救我们的灵魂。诗人呼吁我们，无论身处在什么地方，无论是什么处境，我们都应当以感恩赞美的心来对待这位神，让感恩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就是要培养感恩的心态。我们可不可以从日常生活当中开始每一天你可以写下几个上帝所赐予给你的恩典和祝福，并且呢，你可以将这些事项列入在赞美上帝的祷告当中。当我们意识到上帝所供应的每一个好处，无论是大或者是小，我们都心存感恩。特别是在敬拜的时候，你用感恩的心来唱诗赞美上帝。你可以选择一些感恩或是赞美的诗歌， YouTube 可以去选择，你打赞美它可能就会出现好多这一些的诗歌，让诗歌中的话语就成为我们口中的祷告和赞美的词句。你可以用歌声来表达对这位上帝的感恩和敬爱。特
特别是可以让赞美的声音充满我们的敬拜哦。第二个，我们要来看，透过诗篇96篇，诗人也鼓励我们说，要以新歌来歌颂上主。我们不仅仅是用过去可能圣诗啊，或者一些熟悉的诗歌，或是重复这些诗歌来敬拜，而是以新鲜或是充满热情的方式来颂赞上帝的名。这提醒我们在敬拜当中应该要保持创新和活力，以不同的形式风格来敬拜这位神，让我们的敬拜成为一种新的体验，能够触动我们的心灵。弟兄姐妹，如果你具有音乐和诗歌创作的能力，或者说你有什么样的感动，你就把它好像歌词一样写下来，不妨你可以试看看写一首新的诗歌来歌颂赞美这位上帝，可以表达出你的心情、你的信仰和你的感恩，在透过诗歌的歌词可以流露出来你对上帝的赞美。其实这是一种独特且个人化的方式来赞美这位上帝。这些歌词都可以成为你赞美上帝的祷告。所以我们在敬拜中学习新的诗歌，另外可以帮助我们，特别是在新的诗歌出版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习你就YouTube 点进去不停的播放，你就可以学习。透过这些诗歌，我们来表达神的大慈爱，他的救恩，他荣耀透过这些的赞美，让我们彰显出上帝他的属性，并且我们可以透过这些的诗歌，你去体会那诗歌里面歌词的含义，借着你的口唱心和唱出这些新歌可以让我们的敬拜变得新鲜，变得能够激励人心，并且充满活力。诗篇96篇，诗人也呼召我们能够一起来宣扬上帝的荣耀。当我们被上帝呼召，就是要向万民来宣扬上主的荣耀，及把他的救恩他奇妙的作为传递给我们所接触的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使命和责任，要将上帝的慈爱和真理传播给所有的人。所以我们应该可以成为上帝公义慈爱的见证人，用我们的生活和言行来彰显他的荣耀。而你到野外你透过照片，透过摄影或者是你透过你观赏大自然有所感受，你可以把它写下来成为一首诗也可以来赞美他。当你透过这一些的不同方式，可以来见证，或者是让人认识到这位上帝奇妙的作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有自己的救恩见证得救的见证或是经历这是一个人能够向他人传达上帝的救赎和荣耀的机会。所以我们借着活出基督的生命，或者是分享你如何经历上帝的医治从死亡的权势当中上帝如何救把你离开这死亡的权势，能够再次活过来。你可以分享这些的见证，使用社交媒体参与福音事工，或者是能够为国家为社区来祷告。我们可以透过现代世界中在这个现代世界中成为上帝荣耀的见证人。祝福你，愿我们都能够荣耀神，透过我们的生活来诉说神奇妙的作为，也可以使更多人来认识并归向我们的主。在现代繁忙和高压力的世界当中，让我们不忘记回到敬拜的基础、赞美的基础，以谦卑和感恩的心来敬拜上帝，以新的方式和创新的形式来赞美他的名。
并宣扬他荣耀给世界各地的人。让我们不仅仅在主日敬拜的时候，而也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来感恩、来赞美，用这样来诉说这位神的奇妙。让我们用新的歌曲、新歌来颂赞他，让我们在生活每一个细节当中都可以成为上帝荣耀的见证，并将上帝的荣耀传递给每一个我们所接触的人。我们来思想诗人邀请世人万民一起来赞美上帝，是从今天的经文我们找出人应当敬拜赞美上帝的原因。然而对你来说，有什么可以赞美上帝的经历吗？你可以把它透过你所写下来成为你的祷告。邀请大家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赞美你，因为你是全能的主宰，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赞美你，并因为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所以我们要感谢你的慈爱和恩典。愿我们的祷告都能够成为向你歌颂赞美的美好诗歌。亲爱的主啊，我们以感恩的心向你敬拜，感谢赞美你每日的供应和看顾。你无时无刻能够彰显你的大能，使我们能够领受你的平安跟喜乐。求你赐予我们有一颗渴慕的心，能够感受到你的同在和你所赐的恩典，也帮助我们以新歌来歌颂赞美你的圣名，让我们的赞美声音不断响起，更要从内心深处涌流出来。也愿我们的赞美的歌声彰显你的伟大、你的慈爱和你的荣耀。愿我们诉说的词句表达对你无限的敬拜跟感恩。现在主耶稣，我们要向世人宣扬你的荣耀。愿我们的生活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向这个世界宣扬你奇妙的救恩。也愿我们的言行和态度都能够荣耀你的圣名。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你可以与人分享。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每一天充满平安喜乐，让你的口中充满赞美上帝的能力。我们下次再见哦。